蘇聯士兵遠遠地觀察着那座房子，只看到裏面有一位年輕女孩，於是自信地朝房子走去。女孩發現士兵越嚟越近，立刻轉身逃跑，但士兵緊追不捨。來到門前後，他們告訴女孩不要害怕，他們只是肚子餓了，想要一點食物。看到士兵們懇求的眼神，女孩心軟了。士兵們終於鬆了一口氣。就在這時，一輛德國軍製的 B3輪摩托車從遠處駛來，蘇聯士兵立刻躲藏起來。女孩端着食物走出門，卻發現門外站着2名德國士兵。她害怕地後退，但德國士兵不斷逼近，詢問屋裏是否存有其他人。其中一名士兵一把搶走了他手中的食物，另一名則進入屋內搜查。他只發現一位躺在床上的老人。出嚟後，他向同伴說明了情況，兩人很快把食物吃光，卻仍然沒有吃飽。其中一名士兵走進院子，準備找裏面的雞。女孩立刻衝過去阻止。屋外躲藏的蘇聯士兵目睹了一切，意識到女孩即將陷入危險。然而戴帽子的士兵不願出手，認為他們只有一支步槍，貿然行動太危險。他的同伴卻不同意。當德國士兵準備傷害女孩時，戴帽子的士兵終於改變了主意，立刻示意同伴行動。在他的幫助下，同伴爬進了屋裏。女孩躲開德國士兵，跑進房間。德國士兵露出殘忍的笑容，慢慢向她逼近。女孩已經無路可逃。就在這時，一名蘇聯士兵突然出現，制服了那名德國士兵。另一名德國士兵提着2隻雞返回，尋找自己的同伴，卻只看見女孩跑了出來。他意識到情況不對，大聲呼喊同伴的名字，小心翼翼地靠近房間。聽到屋內有動靜後，他立刻舉起步槍警戒。突然，女孩衝了出來，用乾草叉刺向那名德國士兵。蘇聯士兵隨後小心地走出房間。此時，女孩已經因恐懼而哭了起來。蘇聯士兵迅速搬走德國士兵的屍體，將他們放到 B3輪摩托車上，然後帶着女孩送給他們的食物離開了。戰爭中，苦多人不得不向現實妥協，但選擇善良的權利從未消失。你怎麼看？